春兰呢？妈，你莫阁哭啦！你来真关心啊！莫阁哭啦！喂，你嘛莫阁哭啦！莫阁哭啦！你莫阁哭啦！阿爸，你莫阁哭啦！安尼会吵着阿进呢。姐，我感觉有人在甲我对，我会惊的。你看你，大母人大母亲，啊连你我都溜袂好势，咱是咧惊啥？咱娘咪啊，话要见阿叔最后一面，咱就做回恁机飞来美国啊，都有啥物好惊？阿叔弟，安啦。公司哦，有真侪代志也接真久也无去接触，内面真侪项目哦，实在哦，拢总袂记了了。阿叔，我可能有时间要签约，无你看什么所在无清楚，你甲交起来，因为我等下你说明。那就遐尔赶紧。讲讲除了咱公司以外的代志，咱即阵啊拢无话通去开讲。总经理你好，李小姐，等下对拄啊好。来，这是你这个月薪水。啊，多谢。另外，这是要互你奖金。奖金？你来做特别护士了后，上当市长照顾得真好，我若真心加真开朗，这是我专门要鼓励你的。总经理，这我袂用得起啦。秋金，当公司表现若好，就是有奖金；遐若是做唔到代志，我就会笑我。这就是咱公司的制度，也就是一向我的原则。尤其若做唔到代志的人，我绝对会当当甲伊奖。多谢董事长，阿姐，我先来办代志，这公文你豆豆看，然后我做不动来听好。小等下，甲我坐落。我问你，我跟别总，你到底是卖有啥物啦？到底是卖偌济钱？是安怎报表内面内拢总无记载？阿姐啊，已经变做我都。喂，迄间卖总，我摕去银行抵押贷款啦，啊文件我袂记摕来，若无我叫启用转去摕。阿姐，我时间真正是袂有啊。敢真是袂有？到到即摆你还阁执迷不悟。秋瑾，甲我叫田经理出来，田经理，伫我的房间内。田经理，李小姐，麻烦你的位
有一个。等一下，这是北中的地契，这是台南土地的地契，还佫有其他的资料。阿玲，你要有啥物话通讲？我啥物话拢无想要甲你讲，启勇，咱行。好。阿杰，阿姐，一切都是我做的，你莫来启勇，你帮过去好无？阿姐啊！哎呀，阿姐啊，阿姐！你真正是一只老狐狸。真的，林姐。婷婷，以后这个代志就拢总由你处理。是。当初你，你一定会想讲，我一天到晚拢伫咧行去。其实啊，暗中因咧做啥物代志，我拢总知影。对啦，也蔡医师咧。我拄则去摕药的时，我是煞去医学院去找伊，想袂到伊搁咧请假。秋叶，你应该去甲看一下。你会怪我无？会。我怪你自少年到即马，拢是共款。不管是拄着啥物代志，你就知影啉酒。你永远拢袂晓想办法来解决家己的问题。有做这代志，我嘛想要解决。要不过即马已经袂好，都像又春啊那感觉。咱人的目睭是生伫头前，所以爱向前看。卡做你人生，应该是甲春咱放伫心肝内，毋是安尼一直啉酒，伤害你家己。你要紧来振作起来。秋叶，多谢你的关心。病院我拢已经安排好啊，你住院了后，详细检查一遍。有我的医师，还佫有手镜看过，我有信心将你的脚医好。蔡医师，那安尼我一双脚就交代你啊。蔡医师，我要离你进前，我有件代志，想要甲你参详。是有啥物代志？是关系到秋金甲你的查某囝误会，因两人我会甲带起来山顶别总图。若是关系到生活甲伊教育方面，我是等来照顾。然过，若是讲以亲情甲道义上来讲，你是毋是应该教秋金？你的意思我知影。对秋金的亏欠，我会尽量来补偿运费啊。我嘛会尽量找时间来赔运费啊，尽着我做落来的责任。然过对秋金，我的为难，秋金会当理解。妈，你以前爱过蔡叔叔，蔡叔叔嘛爱你，对无？
那安尼是安怎？你即摆敢若会再做朋友尔？你希望妈妈甲蔡叔叔斗阵是无？是啊，你是阮妈妈，蔡叔叔是阮爸爸，我当然嘛希望恁做伙啊。其实10几年前，妈妈甲蔡叔叔就不应该相爱，而且10几年失去联络，起码人感情若失去联络，5岁就无法度解释。不管你家己是对还是不对，到最后一定有遗憾。是毋是你甲春仔阿静？除了春仔阿姊，妈妈心肝内搁挂念一个人，但不过妈妈一直拢唔敢甲伊面。那安尼，咱会去找伊啊？伊伫啥物所在？参尾庄。参尾庄。对吧？我看是我暗暝做来桥啦。阿美也反正看到我，会给我淡薄仔面子嘛，无一定。免啊，阿伯，我甲你带我回去就好啊。秋金啊，你唔知啦。阿美啊吼，已经10多年无开喙，也无甲人往来啊。我看，伊对你怨念了，佫真深了。我知影，阿伯，多谢你的好意，我是家己提好。你有迄个心要去甲看，这是真好啦。像唔万年吼，阿美啊，若无想要见你，秋金啊，你是唔通伤过失望。阿伯，早就已经有心理准备。阿爸，多谢你肯原谅我。这哪有什么原谅无原谅啦？这10多年来，你对阿乱的付出嘛真多。算啦，讲实在啦，你甲秋金啊应该好好啊拍算者。拍算？我是一个真明理的人啦，代志既然甲安尼啊，你甲秋金啊
莫直直感觉讲对不起阿乱。囡仔的教育较重要，为着文慧啊，你甲秋金啊，就爱去组织一个家庭才对。阿乱啊已经过身啊，佮再讲甲过去也无路用啊。阿爸，我会真全力去照顾秋金甲文慧。也不过，我甲秋金只会当做好朋友，因为我的心内永远只有春暖。当然啦，你对阿乱的爱，就敢亲像我咧对因老母同款，对一个应该爱的人，袂负去爱。只有遗憾。